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第一首歌是前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感谢主聚集我们在这边，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能力权柄都归于你。继续拍手。再从头来唱一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主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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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敬拜。我们一起拍手，将掌声荣耀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主，我们祷告寻求你的面。主，求你让我们在困难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第一时间是要来向你呼求，悔改在你面前。求主保守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跟随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彻耳垂听，奉主名你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彻耳垂听，奉主名你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全能的君王，我们一起呼求，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彻耳垂听，奉主名你呼求。我们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生命，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你是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求你在我们患难中，也随时的帮助我们。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一起来唱，主，你是我们的诗歌，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让我们最后再唱一次。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真神。主，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呼求你，我们要依靠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坚固的磐石，我们这一生都要信靠你，不动摇。再次感谢主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求主也继续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聚会，都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继续站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进行报告，如果手边有周报的会友，也可以拿出来一起看。好，这边公导事项的部分，就麻烦兄弟姐妹自行来看。上面有列书需要我们为我们摆上，需要我们来祷告，借我们祷告来帮助
能够求上帝能够让他们能够在顺境逆境都能够全心全意、尽心尽意跟随我们主的脚步，求主与这些人同在。再来是教会消息：一，主日礼拜结束后，今天下午2点是2026年度建成篮球联盟的开幕战，也请大家为着篮球的事工，我们一同来代祷。2， 4月21到23。郑美长老将会代表台北中会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召开通常会议，也求上帝保守郑美长老的一切出入平安。3，下一个主日是校园事工奉献主日，也为着在外地求学生活的学子，为他们的生活一起来祷告。在团契的消息，4月24号礼拜五。10点，松年团契有聚会，地点在4楼，主理为义杰牧师。2， 4月25号的礼拜六，社青团契举办一日灵修活动，地点在杨梅日光书坊。义杰牧师跟知梅牧师也会一同前往，愿上帝保守出去的人一路平安。4月25，再来第3点，4月25礼拜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有聚会。会请到关怀师来做心灵的课程，有兴趣的能够一同来聚会。再来是肢体消息，我们敬爱的王兰阿嬷还有王兰姐妹在4月8号安息主怀，享年99岁。告别式定在4月21号礼拜二的11点，在二滨景仰楼至美2厅。当天火化完后，会安葬于他们的阳明山的家族墓园。要参加告别式的弟兄姐妹，可以在1楼柜台登记。如果要自行开车的，也麻烦务必提早出发。好，那如果那个奉献明细有误登的，也再麻烦跟那个英干事做更正。再来，我们进行奉献。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及感恩的祷告。主啊，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你？这个世代真的很容易让人走偏，并且没有了方向。主，你就像是暴风雨中明亮的灯塔，引领我们将我们的内心能够靠向你。主啊，这份美好的信仰不单单是理论，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经历。刚刚我们也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唱着哈利路亚，宣告主的降临。一同在这边，我们呼求，愿你来怜悯、医治、看顾、坚固，也进驻到我们的心。就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得着了从你而来的恩典。愿上帝牵着我们的手，走前面的道路。在这边，我们也要奉上一点微薄的金钱，做上帝的圣工之用。现在也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记载在诗篇116篇
1到11节。这边我来念，大家一起专心来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靠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圣经念到这里，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看一下，赏赐厚恩的主。我将时间交给芝梅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首诗篇是属于个人的一个感恩的诗篇。那这个诗篇，这个诗人呢，他之所以会感恩，其实在第一节，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那一段。好，在第一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是因为上帝有听了他的声音跟他的恳求，上帝有救他脱离他的患难跟愁苦。他的感恩绝对不是只有停留在知识上，就好像我们在教主日学的孩子，或是我们初信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们要常常怎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或者是说小孩子从小说，哎呀爱耶稣哦，因为耶稣爱你哦，所以我们要爱耶稣。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也就是这样知道而已。好，从小就被灌输嘛，被灌输、被洗脑哦，我要爱耶稣，我要爱耶稣。这都是只是在认知上知道，但是呢，诗人的感恩是已经进一步刻在心板上的，是他的亲身经历。他爱上帝，他说他爱上帝。是他确实有体验到、经历到上帝有先爱他，就像父母，他会先爱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还没有碰到面，还没有摸到，还没有抱到，甚至孩子都还没有跟他笑，父母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先爱他了。在约翰一书4章19节也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神先爱我们。至于诗人的相信呢，在第10节。我们跳到下一页，刚才第一节说诗人说我爱耶和华，第10节说我相信诗人说我相信上帝。诗人的相信也是因为他深深体会上帝的怜悯、信实跟公义。那上帝从来不背弃他所立的约，即便人有失信，但是上帝都是可信的。上帝乐意保守凡属于他的人。在上个礼拜，我们琴瑟团契2天1夜的退休会，在主日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琴瑟团契的契友们，那个一节牧师就用耶稣替门徒洗脚的这段经文做他信息的中心。在那个礼拜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让夫妻彼此洗脚，以一家人为单位，好，夫妻彼此洗脚。那爸爸妈妈可以帮孩子洗脚，那孩子也可以帮爸爸妈妈洗脚，就是一家人以一家人为一个单位。好，这个洗脚呢，那2位牧师就先示范嘛。洗脚怎么洗？平常你们洗澡的时候洗脚怎么洗？会不会用手好好的去搓每一个脚趾缝缝？还是就是2只脚这样互相搓一搓，或者是连互相搓一搓都没有，就水反正就从上面流下去，这样就好了。好，不知道。总而言之，那一天呢，牧师示范的动作就是洗脚的时候呢，要用心去洗，不只是要脚背、脚底，还有脚趾头缝缝，还要稍微出一点力道按摩一下。好，然后呢，毛巾呢要扭干净之后，再给它擦干，怎样？好，这是动作上的洗干净、洗脚。然后牧师还有提到说，要用心，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洗脚。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是说，
一家人都很容易吵嘴嘛，多少都会有一些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好，也会可能会累积一些情绪。好，在洗脚的时候，一边洗，你就要想着，我对这个人，我曾经有怎么样的情绪的累积？我对我洗脚的这个人，有什么是让他怎么讲他都改不过来的那个很讨厌的地方？好，借由洗脚，我原谅他。好，就是借着洗脚这个动作，在心理上，我们要接纳对方他身为人的一个限制，原谅对方的过错，然后也放下过去一直以来累积积压在心里的那些负面情绪。好，正如同耶稣他愿意接纳门徒的各种小心思啊。耶稣在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其实门徒心里，大家每个门徒都有自己的想法。那耶稣呢，他愿意接纳这一些，他也愿意饶恕宽容门徒各种软弱与失败。所以我们也当借着彼此洗脚，提醒自己我们该有个怎么样的位置。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如果连耶稣他都愿意这样子接纳、原谅那些冲动、自私又常常搞不清楚状况的门徒，那何况我们是他的学生呢？我们是他的门徒呢？我们又有什么权利一直抓着对方的错处不放？在那个整个洗脚，大家互相彼此洗脚的那个场合里面呢，牧师有发现，即使是一家人哦，有的人可能也会因为自己的脚，哎呀不怎么干净，不太敢把脚伸出去给对方洗，怕对方嫌脏，你那个脚都没有洗干净还是怎么样的哈，就是不好意思伸出去，好怕对方嫌恶，好就不想伸出去给对方洗。当然了，就是脚洗干净了还会再脏嘛，好，从外表上看是如此，但是耶稣他所要传递，他透过这个动作，他要传递的绝对不是只是把脚洗干净这个行为而已，他要传递的始终是内心的这个状态，是属灵的层面。我们继续来看这首诗篇，这个诗人在第三节他落在一个很大的艰难里面。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按照新眼光读经进度，我们才刚读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进入到诗篇。好，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地的信徒其实跟诗人一样，遭遇极大的逼迫跟痛苦。死亡跟阴间的对他们来讲，不过就是一步之遥而已，跨一步过去，可能我就跌落万丈深渊了。他们昼夜不断的祈求，希望主耶稣能够将他们的苦悲移开。就好像目前正遭受战乱的一些地区，像中东的战争，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歇过，就是打一打可能停一下，然后没过几年或没过多又打又开始打。那有些地方始终饱受战火的摧残啊。那像那样子的地方，目前受到战争波及的百姓，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人间炼狱一样。人道救援组织再怎么样疲于奔命，也没办法安置所有的灾民。不只是他们这些灾民，这些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弄脏的不只是脚，他们恐怕就像约伯一样，从脚底到头顶，全身都布满了灰尘、污秽跟烂疮。以台湾目前的局势，感谢主，我们何其有幸，还没有经历到真正的人间炼狱。但是我们或许曾经历到生不如死这样子的情况，曾经感受到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就好像我们现在有2个新手妈妈，有若愚跟子瑜他们，这个小孩晚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睡一整晚？我到底还要跟他们撑多久啊？为什么我晚上要睡个觉这么的难，这么的难？就是或者是一些工作上永远都处理不完的 bug， 又或者我们可能每天就像行尸走肉，日复一日，然后感觉自己活得好像
眼睛每天早上眼睛张开，哦，我今天要干嘛呢？我今天的目标在哪里？即便我有工作，但是工作也是做得索然无味，找不到生活的重心。又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脚始终洗不干净，总是洗不干净，怎么说呢？同样的事情一直不断反复在发生啊！我怎么每天都在得罪主啊？我怎么每天都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每天都在后悔？这种日子我到底还要过多久？不论是诗人所遭遇的困难，还是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又或者是当时亲身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呢，就跟随耶稣嘛，然后看着耶稣钉十字架，又亲自见证耶稣复活，又被圣灵充满。不论是诗人，还是帖撒罗尼迦信徒，还是跟随耶稣的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挪去他们生活当中的困难。复活的耶稣没有突然让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好像转性，你知道吗？忽然变得非常的友善、和蔼可亲，没有。耶稣也没有让当时的罗马政府变得非常的，好像对基督徒也非常的友善这样子。耶稣并没有让整个环境更容易接受福音，并没有，耶稣都没有这样去做。艰难的环境始终都在。保罗甚至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意思是，身为基督徒会遭受各种患难，都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这句话是一针见血。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在那边患难了，然后突然来一个使徒保罗说：“啊，你们受患难的是命定的啦。”可能大家有点难接受，这个到底是安慰吗？还是鼓励，还是什么？好，就好像我现在对若雨、对子瑜他们讲，这个小孩晚上不睡觉哈，正常的啦，哈，有经历过这一段的父母都知道，正常的啦，啊，总会过去的啦，对不对？博彦，可晴跟凯阳现在可以睡整晚了吗？好，至少这个时候你们凯阳2岁了吗？要3岁了，好，至少你们到3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盼望了，还有3年，好，至少3年的时间，2年，其实1年就够了啦。好，1岁半，好，1岁半哦，这是一个盼望 ，OK， 好，就是困难的环境就是始终都在，但是保罗他也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这是患难是命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好，既然如此，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是在求什么呢？那写这首诗篇的诗人他又是在求什么呢？上帝又回应他们什么，以至于他们可以如此感谢上帝，如此接受啊？保罗，你这么说好，那我就接受，我就认了。好，我还是依然爱主。在这首诗篇第8节说：“主啊，感谢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这位诗人他的感谢，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泪，使我的脚不致跌倒。”这位诗人他感谢上帝，拯救他脱离死亡与阴间。或许我们现在在想，他是不是曾经快要死了，然后上帝救他？然后主耶稣呢，也听到了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呼求，所以他差派了保罗写信去，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安慰。好，讲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所谓上帝有垂听我的祷告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心里所认定的，是某个困难自动消失，或是某个疾病自动好转，然后就好了，就健康了。在我们心里认定的是这样子的情况，才叫做上帝有听我们的祷告吗？然后，如果万一我的情况都没有改变呢？我的困境依旧存在，好，就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问题依旧存在。然后耶稣的门徒会一样受到环境的整个逼迫。至于那些问题始终都在的，我们会不会就会认为啊，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上帝离我很遥远。然后我们就会很简单的下结论：哎呀，那些祷告蒙垂听的人，当然会更爱上帝啊，因为上帝有先爱他们嘛，确实是这样嘛，对不对？然后又下了一个结论，就说啊，那些祷告有蒙垂听的人，当然会对上帝更有信心啊，因为他们确实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与供应，上帝确实有拯救他们。如果我们的信仰还停留在这个层次，那实在很可惜。但是感谢主，今天这位诗人的感恩祷告将成为我们信仰上的转捩点。我们再更仔细的来看这首诗篇第3节，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次第3节。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第3节就好了，请。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曾经经历过像诗人这样子的情况，这句话可以成为你们在碰到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祷告。然后再来我们看第7节、第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又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这位诗人在一开始，我们刚才读第3节还说他陷落在一个极度卑微的地步，然后呢，话锋一转，就感谢上帝用丰厚的恩典来救赎他，让他的心神能够复归安宁，在主里得享平静安稳。不过诗人所遭遇的那一些问题，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他所遭遇的问题过去了吗？已经解决了吗？还记得彼得3次不认主，当时的彼得他真的是吓坏了。我们要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在之前没有几个小时以前，他才跟耶稣欢乐的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对不对？好，耶稣门徒大家在那里吃晚餐，哇，就澎湃，非常的丰盛。吃完晚餐，吃饱喝足了，还可以散散步，很惬意，对不对？他们一起散步到客西马尼园去。然后呢，吃饱喝足，散步完，有凉风徐徐吹来，很好睡吧？好，非常的好睡。好，他们又在那边睡了，小睡了一下子。好，小睡了一下子呢，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哇，耶稣就被逮捕。整个局势风云变色，彼得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就一连3次被指认说：“哎，这个人，这个彼得是当初跟耶稣同党的。”在那个当下，彼得很本能的否认了这件事情，他否认了他跟耶稣的关系。彼得的生活在那一瞬间就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他落在一个极度艰难又卑微凄惨的地步。他没有被抓，他否认啦。但是为什么他会落到这个极度卑微凄惨的地步呢？因为当他3次不认主之后，他怎么样？他离开人群，跑出去抱头痛哭。这么让彼得这一位性情刚烈又热血的男儿抱头痛哭的，不是犹太乡亲对他的质疑跟不满，也不是耶稣整个被审判、被抓捕、被审判那个过程，而是彼得他竟然忽然醒悟，忽然发现他竟然将他的手从耶稣的手中抽掉。那一双手是他曾经信誓旦旦一定会紧紧抓住不放的手，但是就在那个当下，他把他的手抽掉了。彼得他爱耶稣吗？其实他很爱，他确实很爱耶稣。在他抱头痛哭的那个当下，他内心的痛苦跟懊悔有多大，他对耶稣的爱就有多深。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复活节牧师在复活节主日讲的经文，有提到尼哥德慕跟亚利马太的约瑟，还记得这2个人吗？在约翰福音的叙述当中，这2个人就是跟耶稣搞暧昧，
好，之前有讲到暧昧关系，他们始终不敢公开承认他们跟耶稣的关系，然后就是默默的，然后什么事情都是默默的去找耶稣，默默的去把耶稣安葬了，然后呢，就船过水无痕了。耶稣死了以后，跟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组，对照组就是这个彼得跟耶稣的关系。刚刚那一对暧昧的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德慕，什么都默默的嘛，跟耶稣死了，好吧，那就埋葬了，我算尽了我能做的事，埋葬了，那就再也没有关系了嘛，什么都是平平淡淡的。可是当彼得一旦跟他发现他跟耶稣的关系竟然就在他手抽掉的那一刹那，他抱头痛哭。彼此的关系如果够深，这个关系断裂的时候是痛苦的。你说夫妻吵架为什么会心痛啊？或者是那个情侣会吵架，你会心痛，为什么会心痛？因为你爱他才会心痛啊！你如果不爱他，我管你的，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用我的言语多么重伤你，我都没关系，因为反正你对我来讲也不过就是个，也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而已，对不对？所以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德慕，他们这两个人跟耶稣的关系，跟彼得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组。就在彼得甩开耶稣的手的那个当下，死亡的绳索就缠绕彼得，阴间的痛苦也抓住他，他因此落入到这样子这么极卑微的地步，他跑出去抱头痛哭。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曾在哪一个充满疑惑、惊慌的当下甩开了耶稣的手？我们是否也曾在看不到出口的某个当下，对上帝的怜悯跟公义充满了质疑？生活中的困难始终都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完没了的。但真正能让我们落到卑微地步的，始终不是那个无法解决的生活现况。真正让我们落到卑微地步的，其实是我们甩开了耶稣的手。让我们落到卑微地步的是那双洗了又会脏的脚，但是脏到一个地步，我不敢向耶稣，我不敢再伸给耶稣，让耶稣帮我洗。就像彼得一开始他误解耶稣说：“耶稣你怎么可以？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他知道他的脚很脏，他不好意思伸去给耶稣洗。当我们不敢把我们的脚伸出去给耶稣洗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到一个极卑微的地步。彼得甩开了耶稣的手，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伯彦现在应该就有经历到，有时候牵小孩子，牵可晴啊、海洋，有时候出门危险的时候，我会牵着嘛。不危险的时候，他要抽开，好，抽开就抽开嘛，反正安全的地方。可是如果有这种危险，比如走到马路边什么的，小孩子有时候会想要自己走向抽开嘛，那个小光有没有是不是会比较乖一点？也会好，小孩一个阶段他都会想要抽开大人的手，非常的危险。但是大人会，如果真的很危险的时候，大人会怎么样？马上一步就再给他抓起来。父母绝对不会想说：“好，你是要抽开的哦，等一下怎么样？你自己，你的事哦。”不会，父母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彼得虽然抽开了耶稣，甩开了耶稣的手，但是耶稣却没有撇下他不管，因为耶稣他知道彼得内心的痛悔，他也知道彼得对他的爱啊，就是有爱才会痛悔嘛，没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嘛。那彼得在那个当时就像迷失的羊，四处飘荡，他的内心啊，就好像突然失去了什么目标。不知道魂归何处，整个他就失魂落魄了。他不知道该向谁倾吐他内心的那个懊悔，但是耶稣确实
耶稣确实听见了他心底的那个呼唤，于是复活的耶稣亲自去找他，亲自去挽回他。耶稣的怜悯跟慈爱让彼得的心有了极大的安慰。彼得在那个当下好像有了那个光，有了倚靠，他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再次抓起耶稣的手。确实这一次他不会再甩开耶稣的手了，他再也不会甩开那一双被钉痕穿透的手。虽然环境依旧艰难，但是彼得他已经挣脱了死亡的绳索与阴间的痛苦。即便他最后真的他也被钉十字架，他也殉道，但是呢，他的心灵，他不再会感到自己被钉十字架或自己的殉道，自己的那些任何的遭遇是失败的，他也不会为了那些懊悔。他不会再全身扑倒，他可能会半跌一下，但他不会全身扑倒，因为有耶稣牵着他。彼得经历了这场属灵的灾难，他的一生一世都将委身在基督的爱里。就好像这位诗人的信仰告白第2节，这位诗人说：“他既向我侧耳，上帝既然侧耳听了我的祷告，我一生都要求告他，我一生都要跟他紧紧在一起。习在、今在、永在的父神始终都在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早就已经将丰厚的恩典预备好在那里了。就在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愿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个当下，就在我们成为他儿女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个莫大的恩典。在座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还没有。但是呢，虽然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领受到，但是恩典都已经预备好在那里了。我们那充满污垢的脚，就在受洗的那一刻已经被耶稣洗干净了。尽管我们的脚还是免不了会再弄脏，尽管我们可能还会因为各种艰难的环境向现实低头，然后可能一不留意，有心无意的一个状态下，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可能我们会又再次甩开耶稣的手，落到极卑微的地步。但只要我们的心里有耶稣，只要我们的心里还是爱耶稣，并且相信他也是深深爱我们的，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脚伸出去再给他洗的时候，耶稣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灵魂就终究能得到安息，我们的心一定会复归平静安稳，因为上帝丰厚的恩典总是毫不保留的倾泻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如果你正落入到极大的黑暗，如果你正打算甩开耶稣的手，如果你正觉得自己实在不配让耶稣洗脚，或者不配成为一个服事主的人，那么这位诗人的经历、彼得的经历，还有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经历，都可以向你做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主的爱长阔高深，主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我们都是主的羊，是那只让主耶稣可以放下一切，不顾一切去寻找的羊，而且主耶稣一定会找到我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患难中的盼望。我们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感谢，来仰望。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
我心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是的，感谢主，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保守你们，即便在患难当中，即便在每一个困难的每一个日夜里，都能够坚定信靠，坚定爱主，因为主先爱你们。让我们爱，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也相信上帝，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Amen。我们起来唱最后一首歌《Man Gang》，一起拍手。释放下也可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总会样，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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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都会样，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边，会后我们可以去1楼享用暗餐，交谊请安。